準備嘅表演啦，亦都可以去到我哋日夜都繽紛嘅唔同嘅攤位嗰度咧，係玩遊戲啦、參與工作坊啦，或者係品嚐元朗嘅特色美食。咁喺呢3日裏面咧，大家一定係會過得非常之充實㗎啦。咁所以除咗今日稍後嘅時間之外，聽日大家仍然都可以嚟到睇我哋為大家準備嘅精彩表演啊！再俾呢一啲嘅熱烈掌聲咧，俾白沙村五會堂同埋蕭兆慶國術龍獅總會。咁隨住白沙村佢哋嘅表演就接近尾聲，咁亦都意味住我哋今日喺朗藝徑呢度嘅會景巡遊咧，亦都進入尾聲。咁但係咧，各支嘅隊伍咧，其實佢哋係繼續係前往緊去到大樹下嘅啲後古廟嗰度，因為咧佢哋係要去抽花炮啊。咁所以咧，呢度只不過係我哋今日會景巡遊嘅中途站。咁同時間咧，我哋為天后娘娘嘅祝壽咧，咁其實亦都係只係一個中途站嘅位置啫。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想繼續去睇下抽花炮呢個咁有傳統特色嘅活動嘅話，咁大家就可以繼續跟隨住我哋嘅巡遊隊伍啦。如果大家係想留守喺呢度睇唔同嘅表演節目嘅話，咁亦都可以喺呢度。咁我哋嘅舞台位置咧，係為大家安排咗一浪接一浪嘅表演活動嘅。咁除此以外咧，喺安興街隔離嗰個遊樂場，即係足球場嘅位置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攤位係等緊大家，有工作坊啦，有我哋賣小食嘅一啲攤位啦。除此以外咧，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攤位遊戲啊，或者係一啲資訊帶俾大家嘅。咁所以咧，今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究竟係睇表演、睇抽花炮，定係去品嚐我哋元朗區嘅特色美食，通通咧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選擇一下。咁再次咧喺度作一個溫馨嘅提示啦，今年度係